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哈文》。今日民主有天天了解内山公路，也就是台三线来到峨眉两片。你看，还有不两件交通，它是一个窑烤面包店，而且呢还帮助了在地的农民找出新的出路。让我们一起来去看看。 哇哦！我现在旁边有刚烤出来的这个窑烤面包，老板娘，请问一下，这是有什么口味呢？这个是东方美人茶加上红豆，我们是当季的桶干的时候出产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做成酱，再把它做成面包。那我就要一个东方美人茶红豆的，跟一个桶干的。好，然后大家进去，里面教堂啊，非常的宁静，我们大家进去吃，一定可以有不同的感受。 我刚才就选了2个口味哦，这个当季的桶干的口味，对不对？桶干，这就是里面的馅，对，因为两人比较做一个桶干酱。桶干其实我们是今天要教大家讲这个客家话，桶干的海陆怎么说呢？桶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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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有没有吸引到很多其他社区的人一起来？就是那种个呀，被果酱这么多东西，能够提供的会弱势的人。 中高龄比较就业。其实这个教堂也是我们今天要教观众朋友讲的单字。教堂的海陆客家话怎么说？搞通。搞通。这间店原本是做废弃教堂。对，2间店哦。2间店吗？一间喺摆放喺度搞通。哦，2间店吗？烟蛋系一间放喺嘅搞通。 今天呢，来到峨眉的这座天主教堂，透过理事长把这边重新变成了窑烤面包店，把大家凝结起来，成为台三线上面很美丽的人情风景之一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教堂，搞通，搞通。第二个呢就是桶干，桶干，桶干。 第3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就是这间店原本是做废弃教堂，2间店么烟蛋系一间放铁嘅交通，2间店么烟蛋系一间放铁嘅交通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加油，多多练习，下次也去看看吧。拜拜。